各位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嘅5月31號，亦都係海運戲院光榮結業前嘅最後一日。咁喺聽日即係6月1號咧，海運戲院咧就會去開放一啲叫做盲盒場啦。咁咩盲盒場咧？盲盒場係即係開放一啲以前香港經典嘅懷舊港產片，去同市民做一個最後嘅道別嘅。咁喺我入場去睇戲之前咧，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關於海運戲院嘅歷史，等大家咧去知道原來海運戲院以前係幾咁風光嘅。海運戲院於1969年開業，開幕嘅時候設有超過1700個座位。呢個係一個咩嘅概念呢？即係相當於3間普通戲院嘅總和。佢憑住位於喺尖沙咀廣東道嘅地理位置優勢同埋超大嘅銀幕，成為咗區內嘅地標同埋電影公司舉辦首映禮嘅首選場地。但係比較可惜嘅係，隨住時代嘅變遷，佢於1990年正式進行改建，座位亦都大幅縮減。喺2013年翻新咗之後，就得返456個座位，但仍然都係九龍區內座位最多嘅單人影廳。另外，佢長期都係午夜場放映嘅熱門地方，電影公司經常會選擇呢個地方去舉辦首映禮或者午夜場，成為咗電影宣傳同埋市場測試嘅重要平台。故此亦都吸引咗大量嘅夜貓觀眾，逐漸形成咗香港獨特嘅夜間娛樂文化。例如喺1971年，已故國際武打巨星李小龍，佢都曾經選擇喺呢個地方度舉行佢第一套電影《唐山大兄》嘅首映禮，可以話係為呢笪地方留下巨星嘅足印。仲有，佢更加係香港超巨幕影院嘅先驅，在開幕嗰陣就以巨大嘅銀幕同埋先進嘅放映技術著稱，成為香港首批提供呢類高質素放映嘅影院之一。雖然翻新之後佢嘅座位係減少咗，但仍然保留19.5米闊嘅巨型銀幕同埋先進嘅4K 投影及杜比全景聲系統，係區內唯一同時擁有 4K 放映設備同埋杜比全景聲嘅超大型影院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戲院翻新嘅緣故，所以亦都更換咗更舒適嘅藍色無絨座椅，同時亦都增設咗 D-Box 動感座椅，繼續為觀眾去提供呢個頂級嘅視聽享受。最後，儘管經歷多次嘅轉型同埋改革，佢最終亦都因為租約期滿，宣布喺2025年6月2號正式結束營運。為答謝影迷多年嚟嘅支持，佢宣布喺6月1號晚舉行經典盲盒場放映活動，俾市民重溫經典電影並獲贈紀念卡，為56年嚟嘅光輝歲月謝幕。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嘅影院之一，佢唔單止係電影放映嘅場所，更加承載住無數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即使佢即將要成為歷史，但佢喺香港電影史上嘅地位同埋影響力，將永遠留喺影迷嘅心中。最後亦都想問下大家，唔知大家喺海運戲院睇過啲咩戲呢？對海運戲院印象最深刻嘅又係啲咩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一齊討論下。今次嘅影片係咁多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